各位听者，欢迎你人搁再到伫来边来福建的节目。一个礼拜，我袂讲几个故事，我袂讲几个故事，就请到我那特别嘉宾起来，讲几个师傅 sorry， 讲几个师傅南西。欢迎南西 Happy Halloween 了，歡迎老椒菜店啊！大家好，個歡迎老椒豆嘅。大家好，豆嘅有聲啦，了個有甘配老椒歡迎。大家好，了個有老椒炸狗。大家好，驚大講嘅聲，冇會聲嘅聲較嘈。大家好。了個有定亞儀歡迎 Happy Halloween 又冇使，又冇使。阿 John，我係聲是接龜。係啦。誒，安怎稱之無來啊？但係叫我 try to answer 伊個 call 時，我 got lock out from here 咧，我個 rejoin again。唔知係咪數伊未接先啊？啊，未可能未接，我唔知咯。แล้ว特別伊未接伊個 call 我到啲即係嘛？到啲 Skype，呀。哈。OK，過一間，我被 call 是 Skype 啊，這個OK。我 call 到這 Skype 嘅人個。了OK，嚟講幾個事。即個定不當結，即個當咩事 ？Halloween 是。毛毛菇冇來啊？冇來喎。毛毛菇去香燒，去啉酒，對啉酒，對，伊 continue 百度去啉酒，對咯，伊講南西係伊嘅，講係。誒，我係咪 Skype 裏面Skype 特別嘉賓是幾句啊？你名咩？是我。你是幾句？我叫我是名7號。啊？7號啊？7號。7號啊？7號。呀，對。7號你是頭一擺來哦？我是第一擺來。哦，啊，即係你冇去咧 Google Plus、Google Hangout 啊？Because 我係 line 冇好食喎。哦 ，OK， 所以用 Skype 會使本啊，你會聽到人嗰啲人哦，你會聽到嗰邊嘅人哦。啊嚇。我聽到會使。OK，你頭一擺啊，7號頭一擺來。頭一擺做路人咯，了阿主我是舊年聽見嘅。哦，舊年你安怎找到嘅？安怎找到邊啲學見？Actually 我是白阿龍嘅。哦，你白阿龍，了阿龍介紹你啊？冇啦，actually 是當數來。哦，當數，你捌拄過我？想是下次就是咯，你舊年過來嘛，對無？嚇。你人一班舊年對過來嘛，了下暫時下咩事，我是到 office 裏邊了嘅。哦，特別你唔是到 office 是幾啊？冇啦，哎呦，你到 office 啦。他這時我一個 show 了嘛，了後尾看到一班人，誒，點算安尼暗嗰個有人播人家接去，我冇插咗嚇，特別我本白魚娃娃本啦，哦，你本白維娃娃冇來啊，當然到啊，人性。我伊去拄阿毛，伊去拄阿毛來啊。哦，是，伊冇來，平常時冇阿毛拄嘅時看伊有來哦，伊嘛冇來。伊無 promotion 嘛？但係後年呢嚇，對，伊有物件 promote 伊家來誒。咱講伊直接歹話啦，咱伊無聽嘛唔知哦。แล้วปัจจุบัน去做很屌是伊個來啊嘛 ，because 個 promotion 嘛，個通看伊面啊，所以個來咯。那做 promotion 時來是咱講伊派話伊唔知嘅了嘛，所以咱講嘅成個
inside 介足個咧紹鳥鳥 food inside。嘛唔知啊？係咯，呢就是哦，是啊，伊古買來就是要介紹無好講頭啦。嚇，就是啊，啊。你 promotion 咧，我coming soon 啊，我定當我試我教。 Very very soon。 very soon，我孫係咩事？孫係咩事？唔知會講未講喎？會講我啊，咁配會講我。孫係咩物件？唔係，可以自己講。哦，孫是唔係你是？講我唔別講，講我可以一自己講。冇啦，講啊，呢度買嚟啊，可以自己講，呢度就嚟。嚟啊！啊咩物？哦，特別我同你講，呢個 pattern 嚟。我計講啊，我甲微微話講，誒，我這是本來福建啊，我唔知佢唔是三寶店啊，你咪是無事不登三寶店，我計講。伊無事時就無起來誒。convenience store 啊，convenience store 唔需要。對，你想我 7-Eleven 了。OK， 來講幾個事啦，咪講微微娃娃死人鬼咯，講微微娃娃係搞啥？誒，那唔知啊，佢剛你卡。等切頭，等陣。八刀咯，是袂，你都要做一個 topic，微微娃娃 ，that's all。啊，對，特別咱未，講我哋你說落下定。你咧講嘢啊？對，咱買計講嘅咋，所以咱家己講咧，是咱買計講，咱可以做估價發覺掉講伊嘅嗰啲貴 episode 是關係伊嘅咋。咦啊，假大咯，你啲冇你 episode 本是講義咯，肯定講咗3點鐘啊。微娃娃飲水思源啊，本來錄下。係咪飲水思源係咩事？你咪一啉水就俾擠水啲得到嚟。哦。了 OK， 所以了當然咱講個7號，咱7號較貴剛7號你到底你看你邊？我看到你面淡薄色哦 ，maybe 有看到啲你變零白有看到你。我今年個要做過一個，今年個要做啲咧。Many ，Many 掉一個掉。啊，了 ，OK， 我俾問你啫，你是通過就是通過一人個在掉變零學嘅咧。即是微娃娃，他就人報名嘅唔知其實我人帶佢哋講嗰邊拍球啫嘛。哦。你同我講，你同我講真貴，你學緊喎，咁我就講冇，你講，你話你聽我你講咯。哇，咱講 review， 咱講 review 話，我係抄派話特別 review 話嗰個人介紹俾你學緊咯，但笑到對。特別咧，我時就講我咪關你。笑到對，笑到對。就講。Rewind。就講。諗咩 rewind 啊？咩？我想咱嗰對，哎呀，講一派話，當今笑到對。咱就講面，比如我在引導你，個該處理你，個該水你啊。那娃娃成個本。引導講水安怎咧？喲。該沙拉呢？這同麥起來嗰隻。我是個乜香港kopi呢？咯 3 in 1。3 in 1咯，該沙拉咯。這咁配講片話，梗係目睭無熱啊咯。誒，微微唔是7號，我問到你7號，你就是一年前你甲微微話講話起嘅時，你把你個在講下面是邊樣學嘅誒幫website 啊podcast 啊。哦，了你伊甲你講啊，你幾時個去開來聽啊？上個是講after that 伊甲我介紹時，我是去聽咯。哦，了，即個就是阿龍唔捌甲你講過咩？邊樣學嘅？應該是無提起咗啦。哦，做工嘅時都無提起嘅，係嘛？對，了你long office 而家有貴嘅咩？問講係大聲啦，你。我喺 office 啊，有人感覺怪物件了。哦，我要聽你故事淡薄本啦，聽唔止嘅啦，一個人嘅故事，要聽你故事。誒，了7號，你到底大陸嘅邊領？到底邊領大陸一個？我是個愛淡，你在愛淡板山那邊咯。啊，在愛淡板山嘛，我仲寧嗰邊哦，仲寧對面。我 Galaxy 8D 那邊。哦，下一間嘅板山，laksa那邊嘅板山。啊，對。哦。係你攞嚟安啲地咖喱嘢啊？啊，對。哦，你到下邊，แล้ว你拆中嘟本嘅啦。冇啦，我讀安怎講啊？係咪嘟？先生嘟。
先生嘟。先阿啊，莫屋阿莫屋，阿莫狂啊，狂奔嘅八卦下邊嘅。係咪打波踢講文嘅咩？我啦，狂奔對面狂奔下你先生嘟。先生，阿莫我等嚟啊！啊，是啲謝謝你好。哦，但啊，係細細都唔制。我想你講先生嘟，成個先生界啊！先生嘟啊，先生嘟，啊，對對。先嘟 beer 啊，先嘟 beer。因為講讀寫比較硬。係啦，冇啦，先嘟 beer 嘅好聽啊，先嘟 beer。哦，你查先嘟。我講啊，等下捉，咗啦，咱有一個聽眾嗬，一杯接來喎。咁配啊，啊唔知這裡係青椒啊？我唔知伊是唔是青椒喎，伊個名叫做。到底得嚟？呢啲只窿講啊？我唔知。嚇。伊 comment 你講下。我唔知。伊個名是 Pauline 啊，我唔知。哦，柏林，你是柏林啦，柏林。我本未曉嘅事，我唔知要安怎叫伊。你叫佢講 his Skype，叫 his Skype。maybe 冇了，那學騰過來呢？學騰歡迎學騰。佢唔是困咗咩？ Hello，嗱我命就係嚟啦，咁暈啦都。嚇，我困了。聽鬼個是誰？我真久無聽到你聲，學騰。然後把你學你聽。OK。แล้วก็等陣嗰個就下會介紹嗰個市政樓個市政樓介紹就市政樓真係講鬼個。喲，嗰聽到你性格嘅聲笑就喊你玩啫。成個鬼，你話成個鬼嘅聲，哎呦，成個鬼，哎呦，隻鬼可唔得？你是聽下面嘅笑，一啲關係啊？啊是聽。Hello。誒，我聽到你笑聲，喊到我成個鬼嘅聲。Sorry。你看條快 message。應該是佢。哦，讓你寄 message 以後，阿男仔。啦。OK，然後啊，等陣，我要聽7號，咱7號講起7號，你講你幾個數仔經驗，求人 share 嘅。誒，先杜比話咩幾個數？先杜比冇幾嘅。哎呀，聽到時我忘記我去先杜比為唱歌比賽時啊，忘記後尾行啊，成個暗那個語言呢。我唔會講喎。阿邊下邊其實冇物件啦，我本是阿邊暗時是冇垃圾就播行咯。嚇，แล้ว當幾咩做工嘅？做工嘅啊，唔使講。你我冇講做工都做工咯啦。OK 啦，會使 OK。特別這是快啲啦 ，OK。所以你使講有自己嚟講，多公司裏邊。แล้ว暫時咧是講 around evening 啦。啱咪？咁樣暫時7點8點咁樣，because 我哋有時使 stay back 嘛。OK， 但是 stay back 咧做可能就見嘅是 online 上面咯。所以暫時咧有幾那嘅同事一個已經離開 office 嘅，走啦，當然啦嚇。แล้วก็ชุนว่าจิตแค่ตัวอะไรบินตัวออฟฟิศอะไรบินแล้วก็จิตแค่ตัวไปตัวข้าวเก่าจะเป็นตัวแล้วถ้าจำสี嚟講咧ออฟฟิศอะไรบิน我是看唔嘅แล้ว是講是冇咁搞過行啦我是做兩個物件啦แล้ว after that 有冇聽到隻聲聲怪怪嘅意思講我諗下邊一個講咧有一個講咧我諗是笑你或者講笑下你抓陪啊、神巴嗰啲啊，有時抓我碌嚟細個矮燈嗰啲旁邊啊。我因為聽到隻聲成個啲 plastic 哦，一般上學啦，看見嘅 plastic 啊，慢慢大。嚇，安怎你講句我聽冇到，咳啫。哦，係咪時講我有時我是聽到誒做咩歌嘅？嚇，你聽到歌啊？啊，聽到咁冇。OK，等於冇啊，嚇嘅，我邊呢個啦，OK，我黑陣就是正點，依 office 正點啦，
So after that 我感覺到我聽到這裡。哦，等陣伊個是Pauling又來Pauling。Pauling 你就被清嚇，你就清 headphone。OK，我咪錄撳 mute 掉先啊。嚇 mute 掉先嚇。OK，嚟講。OK，下邊是燒掉架，下了係你細個 item 先咯。OK，it's just in front of me 嚟啦。嚇。So actually 我是借阿龍嘅為阿妹嚟。嚇。OK，阿妹頭先是借你每兩仔嘛，對冇？嚇。OK，แล้ว邊後有朋友下你上班物件咯。So 做了一陣物件時，我感覺啲紅咁感覺淡薄冇幾長淡薄嚟啦，我係 sense 啲成個有一個 presence 喺裏邊。成有人，成個有物件喺入邊。就成個我。特別你聽到，但係你講你聽到咧 plastic 嘅聲係係咩？但係你講嘅是 crack 我冇聽到。我再 continue 下邊先 ，because 我未記喺你八個。OK，แล้ว我俾佢阿妹看頭前，แล้ว部你看有人，แล้ว暗แล้ว冇幫行嘛，แล้ว冇幫行我冇鎖，看到邊個咁別不做物件咯。แล้ว後尾我感覺到我聽住啲聲係講係你 plastic 哦，你真係 plastic 被抓嘅聲哦，然後你掉啲燃料嘢嘛，作啲硬咧，啲慢慢彈落嚟開聲喺度。係咪慢慢啊？一 plastic 燃料哦，你慢慢放落嚟。原來แล้ว咗，แล้วก็慢慢放落嚟，開始嚟。maybe 是尿出。冇我諗你冇行嘅，冇你pass冇了出冇行嘅，是假情緒。冇你 pass， 冇你 pass 是假咗。曱甴啊，掉快死！แล้ว就是奇怪咯，就是點算？我聲，因為我是感覺成個有物件愛有我 attention 啊，你看啦，我頭前咯，所以我是感覺淡薄驚，淡薄咯，是我啱啱看一下咯，冇聲哦，我褲袋邊，我吸我物件啊，一咧佢講話走。有時嗰邊個聲是講你條車嘅聲，是講媽那有可能紅險哦，即邊就無風就無波行，然後啲物件嘅機聲有叮當叮當，你講你聲，所以我唔記得總是講你講啲物件，我都未了解咯，就是。我就講起我個想到我最近是我到底馬路頂一禮拜我拜個時就是做暗工咯。你在做暗工後，你睇一人老掉，我是老家差唔多10點幾暗暝啦。特別我做工嘅位啊，在嗰啲嘢對面是傍嘅。แล้ว我喺 office 裏面是頂到是馬達寮嚟。然後伊在馬達寮，我都搭部去哩啊！馬達寮伊樓卡個有一間我捌落去一道啦，特別無開啊！咩樓卡就伊是馬達嘅 office 入面，特別伊內面有係私人嘅，是你叫咩床房嘅咋？แล้ว特別伊無用嘅啦，伊是講頂到人講你馬達寮樓卡有一間細間嘅床房，唔記得有蝦米嘅代誌時候人。有 back 嘅人咧是幫到啲上班嘅嘛，所以係是人講嘅你啦。特別我做工咧，我唔捌講感覺到刺激嘅啥物，我都做個咁貴嘅款。我無啦啥物啦，因為我都教我朋友講，我個小到整個，然後可能我就係講了時候，我一問你我聽到只雜波講，我聽到只雜波講。伊唔是講成個，伊唔是成個講成個貴嘅，你看漸漸嘅係你講啦。特別伊是成個人淡薄 slightly 淡薄係鐵頭嘅聲，特別嗬，有可能是到啲街路會來啦。特別我聽嘅聲成個是到啲 building 嘅南邊來咯，所以我一頭 ignore 唔係插嘢。我講我冇應，我只物件要做，所以我 continue 一頭接去做我講。特別我唔知事。都喺邊做工作久了。我喺一間 office，不如搬去about 年半呢。And then 即係頭一擺聽到，特別我未啦 ，because 我被講 totally rule 講是 anything supernatural，but
because 我嘅頭前是行落來嘛，所以有可能人白車外口啦，講佚佗嘅上面有可能本啊。特別我聽伊聲係特啲南邊來，唔是特啲外口邊來啦。特別我 try to 買小嘢咯，我冇贏嘛，我冇帶我買 entertain 人嘅 idea， 我冇佢唱者啦，我冇佢唱者。特別我誒我都冇插咗鎖啊，攰咗就 OK 啊。讓別人外面驚成有可能是幾個事教人講。我昨晚去 Haunted House 特別係是幾嚟㗎 ？Haunted House 係幾啊？呀，你講話當正 Halloween 嘅是 Haunted House and Judgment。咩啊？哦，伊人是啥 actors 咯，伊人講係聽下鬼嘅聲嘅款，然後行來行去裏邊暗梆梆，然後來喊咯。安怎喊來了無呢？伊人是袂使動路啦，伊人是嚟，也可以冚起來咯，然後再開嗰件事，伊人嘅面是在裏邊整咯。哦，頭好多邪驚啦，邪驚啦咯，嗯。你上個老師嘅去你就等你冇去啊？無啦，我無得，我真久無去啦，這是我做工嘅event 嚟所，然後 organize 所嘛。你有 dress up 喎？有穿？無。特別 Halloween 我 dress up。Halloween dress up 啦。等我看差唔多，差唔多是 Halloween 咧，嗬。等我算看先。禮拜。我扮咗咩啊 ？Halloween。嚇？lon ai扮係咪？我穿係咪衫嚇？穿扮係咪？Halloween 咪做 lon 咪整係咪？嗱講下。我係朋友係做 Indiana Jones， 然後叫我做咧，係 racist， 又叫我做咧鄧冷嘅，而家你學講啊！笑死我啦！計衰呢？趣味咯，趣味。有情報呢啊？情報啊，情你學，我叫講下你定冷橋，有冇我衰呢？笑死我啦！趣味好趣味。有啦，別人馬來西亞人有去 Halloween party 嘅啊？我特啲做嘅嘛，應該冇咩啊，應該冇出個 treat 嘅，正是迄個較少年嘅人扮啊，人去啥個迄性格圖書卡就是叫咩？我做 city 啊，人去邊行佚佗，唔知，因無遊街無咩，無講啥後在啦。你陽光做乜嘢啊 ？Halloween， 我愛有 Halloween 嘅 feel 哦，第一件啊，陽光就。我攞你 Halloween 我扮唔到啦，我扮迄個。你是保齡啊？我想嗰隻冇想起啊。冇啦，你看你到 Skype 嘅時候冇看到你啲相啊。我扮迄個 Falling Angel 啊，係我係是黑色，我穿個了比較黑色。然後我迄個 Angie 咪有 lipstick 啊，我抹黑嘅，我性格咪擦黑嘅。我扮 Star 做啲New York 事。做啲 New York 事。去尋年啊，去 trick or treat。去 trick or treat 啊？你老古一個 trick or treat 啊？我坐喺見一次啦，一個了已嘛。你坐見一次哦，我想你個結一人去拖冇疼。冇啦，買好啊，我去拖人就買好。馬來西亞當今有 trick 有資料就做老咗。我你看，我看到了，你看，哇，幾厲害！Ian 嘅hantu Ian 啊！我看到阿妹呢，我驚死佢。我講個故事 ，OK？ Alright, that's good.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Where's your husband? Yeah, where's my husband? What is skin condition? 條疼啊！條疼。你聽到？聽到。What the bloody hell is this? 你繼續嘅聲。
Daphne? Are you pleased to have left your husband for me? Do creepy voice. creepy voice. Hello. Go. If you left your husband, I've taken over. You like my skin condition? I like your teeth. What's the guy cheeky? Likes your teeth. Your yeah. fangs. Yes, Likes your fangs. I had a dental appointment recently, and he fell over. 真好笑誒，真好笑，話比較笑誒。你特別去看你 episode 出嚟時去看啦，無零。喂，等你唔講到對幾個告訴，講到幾個告訴，讓就是會寫幾個告訴。我第幾個告訴？嚇，來定下佢講。特別唔是我看到，就是我father 看到嘅。嚇，OK 講係。就是講細漢時，伊做工，伊做 sales 嘛，所以達到嚟 travel，搞到馬來西亞飛來飛去，然後伊對嚟就 sales trip，我係講到行嘅嘅。你幾歲啊時？嗰時啊，我maybe 嚟8-9歲呢款。嚇。然後伊做工，伊大做好，然後 the time I think 是有留作成有 like festivals holidays or something， so 伊退別掉 hotel， 先去然後特嚟 hotel 佢咧冇環境，然後伊去限制一個 hotel， 然後你 manager 講我人本 fully book， 有一個唔係大啦，我係發到本 desperate 啦，所以講哎呀唔要緊啦，嚟我大去啦，然後manager 講啦，叫我好多 hotel， 所以我係發到咪自己 check in， 然後伊點冇數架aircon 呢，所以you know 自己嚟邊房間開湯啊，然後整 egg แล้ว泡一個 B， 然後小หุ่น雞，然後成個情節呢？我做咯，嚟我發得特咩本事上嘅做啦，pattern 嚇，所以特pattern 啊，一個資料嘅名稱，所以หุ่น雞頭播咗，然後呢一聽到隻查某講講話，然後我發得講，你媽都冇去啊？冇，但係我媽都冇，但係我發得呢。有陣時你想是，you know like 啲聲是百里幫過來嘅，or something， 或啲百里幫啦嚇。然後你看，冇嘅咧，你聲自己講話，聲伊個 like addressing 講話嘅音嘅話，然後依個 like 做一份字，一個 like 吹嘅你紅款啊，本嘅款，話看到名。哦，依個，哈，本看袂到。然後所以你查某係成日直直講話咯，講伊是prostitute， 然後伊在你房間掉 murder， 然後伊講伊咪看，伊咪我係發得看伊邊 ，because 伊disfigured 一邊聲disfigured 聲 you know like 冇水啦，拍死 like 都聲拍看。然後所以咪弟弟講話，然後發得我驚㗎，驚。然後依個你爸講係咪話？有咩話講？我發得冇計伊講，冇 respond。特別伊講嘅時，伊是聽到伊是講咩？伊講咩？係咪 language？所以發得又講福建話，又講話，話。我唔知係咪話，我哋每特別你唔知係咪人啊？我哋每係咪話，每係咪 hotel？哈，每看伊講嘅係咪話？伊係咪 language 到底是等人啊？是漢人係咪？是啦，我每看。然後佢哋就講話，然後 after like few minutes，伊點嘢咯。
แล้วสกาลี่เตรียมเนี่ยไวฟาเดอร์ว่าอย่างวิซีแกมีแกก็แล้วตีมลูกที่แบกคำที่ไรก็ still เชงคุณซาpajamas คุณซาเจ้าลูกที่เชื่ออะไรเป็นคุณ哟，我每路人，我每路人别人啊，若是讲你安尼看的上嘅情形啦，你敢到底喺你房间有困，还是你一头走去抱伊困？唔敢咯哟，我听到你是 out of them。你未成個講成個，你說你無法咧，你無法到路而家無位去喎，你硬硬到啊？我發都換到嚟邊車咯。你說你無車咧？解講啊，啲咯，解拖絲嚟字。嗰陣未走啊嘛，攞講冇辦法啊嘛。我是落去羅比款咯。我講聽我是老實講我唔係看過鬼啦嚇，突出我唔係看過鬼。未啦，我就 try 就我 try 咧這年啊，特別嚇我講聽我是第一件，我唔是看到鬼一件，我是家己笑家己呢，就是我特啲。即係加林波係一間，頂到是落館厝啊，變做學校去，係一間學校去。我而家 because 我朋友人講嚇個我家己驚嘅，特別唔是真係我家己，我都冇看到，特別我驚嚇。KL 他們學校做落館厝嘅。咪講，嘟學校，伊叫做嘟。講一個頭整。唔係是嘟學校嚟。伊叫做嘟學校。講伊 area 的 area， 講伊 area。啊，伊 area 就是我唔知，講我特啲鋪市嘅嚇。嚇？鋪我唔知係咪 area 喎？伊看到你 monorail 吉隆坡。我 send 嚟 link 講 KL 有一個 list。哎呀，真正出名啦，聽到啊，特啲。結果學到 room number 嘅佢哋。你叫到對 link？我 send 你 hang out。伊叫做嘟 hotel， 係一間，伊是叫較辦機嘅一間，較關係嘅一間飛機嘅。辦機 hotel 係八隻 hotel 嚟啦。硬食嘅硬食。我知啊。硬食。對，佢經硬食。Mana di hospital 是咩？聽到我講聽，我講聽啦，我教位子嘅查話，我哋三人伊都有一個 photo shoot 了，是我冇 unplan 冇 plan 嘅出，我三人就俾食單就坐 bus 去嘅邊咧時，我就一頭講我就換去，no， 我坐飛機啊。no， 唔是坐飛機啊，對，坐飛機，我坐飛機A 嘟去哦，那時去嗰時，我到坐bus，我坐火車，then from airport 唔是火車，還是坐咩一程 bus 掉去個 central 了，唔知 KL central，嗰時到啲 KL central 我就坐 taxi 去迄個嘟 hotel 咯，我坐 taxi 去個嘟 hotel 時，OK， 我 book 我特別難 book， 我 today book 我媽仔就去，我 book 了我嘅hotel 嘅時。我講嘛啱咯，辦機我冇講去訓練嘛，我都冇去做咩，所以就去睡你辦機學到，一睡嗰時，我就睡啊，加嚟去睇伊 review 咋，我成時睡醒咋，人哋我驚講冇辦機，我就看有辦機，我就成去睡啊，所以嗰時我就講 OK 嚟看下 review 好啦，即係去到邊好看嚟講聽到是hospital 嚟啊，真正即係垃圾咩物件，我死啊！我唔介教位知噶，就我講啦，我點我聽講啦，媽嗱係私人的私人啊！哦，以前呢度啊，我喺度出世噶嘛，嗰個醫院嚟噶嘛，我死啊！伊個執個班呀，我佢直頭 black 嚟講是，伊到底喺邊出事嘅講。please 啊，你諗教我講起你學頂去到路啦。到啲，我 message 都請知我 message。伊到啲 Skype 會請知下。你我請 Skype 我講啊。我 Skype 下你，我 WhatsApp 咯。
我唔知OK，anyway， แล้วสิ我嘛是去咯，แล้ว是講啦，我是冇看到鬼啦，特別我自己咋，因為我讀呢隻 review 啊，嗬，我朋友我朋友出去是講啊 ，hello， 有人講啊，伊講你肯定是啊，叫咩困是你請起來，咪就請起來是啊，你看到一個密室坐到啲啲 wheelchair 會擼來看到你，樣好啊，就喲。แล้ว我係見啊，我對其實阿妹，我已經淡薄只亂咧嘛，我就計講阿母，我舊一個朋友，我計只識我到啲美國是往讀上 college 嘛，我講阿母你對我對啦係咪？我講你嚟我 room 啦，人免困啦，拍確鬼咩咯，แล้ว伊講買啦，我愛困啦，我愛對啊，แล้ว有時到硬買嚟喎。所以我講 OK 說你幫我對，還是要個3點幾呢？可能3點啊，可能。你我幫我對，我驚講我驚咩啊？我第樓梯電梯啊，我驚我起後還一樓時開，我電梯門開起來時看到鬼都知哦。喲，我驚死啊！所以學單嗬，我當時看 info， 看 Nico， it is built 為這 building。是伊 building more than 30年咧，我就冇咩愛需要嘅。是10幾年、10年我覺 OK。是伊是迄個 pre-war 嘅 building 吼，我 confirm 我買去大嘅，我較最好是買啦。特別你無法度，往時無法度，你就去特別有趣味大啊嘛，無法。特別我老實講，我無看到啦，是講我聽到聲，有可能是別行嘅聲。我會成日聽到聲坐咧簽啊，你知你啥人 restaurant 嘅位啊？特別我做啲10樓喎，無。8樓啊，是佢哋怪怪乜？特別我聽到你成個鐵嘅碗係只隻你頭強槍馬鐵頭強槍馬咧，唰那倒嘅聲，我聽到只隻嘅聲。報名唔知。maybe 佢房間是邊啊？你housekeeping 邊咧？有可能。特別不管只大聲，我聽到。是無過我聽，because 我只係不 sensitive， 我只隻驚嘛，所以我就點亂掉。我個房間嘅開開個了，你知？我唔係你驚過，我唔係你記唔過。我佢間開房間開開個了，一突排開開，了我困，我攰咩困啊？我呢把就開冚。我家己一人啦，你我知㗎，伊就我就一間，我家己大一間，如果我就講我咪2個 friend， 我咪是只較換對嘛，所以我咪差落啲人，所以特別伊個 room 就是無通3個人大嘅成個。唔知有趁3個人大，一間嘅，所以我自己一人大，我一間咯。然後哇死，我驚死，我特別我冇看到保行啊，特別揸去車，我直接揸去車嘅時，還是已經是攰啊7點啊，我聽到 plastic bag 嘅聲啊，就咁都講咧，但係你特乜7號咧咯，我聽到出來我試啊！我講唔得先，到底再經過來，然後我慢慢看，我開目睭咧，並慢慢看咧，是原來是我 plastic bag 到底我一行線吹嘢啦 ，plastic bag 到底我到頂嘅，你背隻，我隻見啊，我自己行，我去一張板咧你哋俾人 round the corner， 你梗係看到一張板咧，所以我 before 其實我本來咧，呵啦，哈哈，我自己行自己驚，我有可能就是當今我去，我有可能冇嚟驚，我這幾年來我較穩啊，我有驚，特別我冇成個驚安尼厲害啦，特別有可能下本我自己一人，但係我紅險，我有真正知啊嘛，我都冇講成驚，定是聽到你就冇講落啲我 office， 我個驚就。特別像南西講乜你pre-war building 啊，咁是怪驚啦。房間大 apartment 是pre-war 是19 construction， 是 key 1920s 那款係是 key 嘅。So 像我 apartment 無垃圾啦，嚟我大這邊3幾年啊，無咩驚嘅，嚟無驚嘅。特別落去嘅 basement 咧，哇驚！啱我落去 basement 我係莫幾層。哦。because 我有啲 basement 有 storage 有一個 apartment 有一個storage unit， 然後 storage basement 嘅嘛，我落去 basement 啊，哎呦真係驚人咯，係莫幾層。我有時阿妹幫妹落去啊啲啊，哎呦我唔敢落。你喺 basement 有垃圾麼？你冇叫南西 scope 啫。哇㗎，冇垃圾，一驚人。依個 building because 依 basement 個有 section 啊，依部renovate 啊，
伊梅了啊，成花去，了成伊古早诶 tenants 了花正大正久啊，成伊人死去了啊，伊物件樣無性格，樣下到嚟邊伊嚟 storage，แล้วก็ like มาจ物件個了 like。有看到只件，特別你是咱目睭看刺激呢啦，目睭看刺激往時，你成個垃圾各扎古物件，做你感覺刺激嘅。Actually， 有年我甲你講啊，大概我看人厝是，我只是甲你1930是厝啊，都只大間啊，一只大間啊，伊房間只大嘅啊，特別，伊大間厝都有 basement 有 cellar 嘅。你行入去啊！你行落去嘅時啊，你冇幾多層啊，我就驚了，我就唔敢買啊。我嘛是這啊，特別伊厝只 strong 嘅喎。講。伊厝成我係壁啊，like 你正 like 唔是你 drywall 咧，你係like 下物件，正坎坷拍手頂嘅。伊是咩？伊是阿毛灰啊，即係紅水啊。我假是也冇去啦，伊成日是我拍手頂啊，真正扛拍自己。哦，只頂啊！แล้ว我個一拍頭頂，แล้ว我一個朋友咧，伊本是大即我上 building 嘅，แล้ว伊個大把嘅 unit，แล้ว伊個unit 咧伊個 closet 誒門是 original 嘅門嚟，แล้ว你看伊。伊拄嘅門是 original 嘅門，你都看伊門裏邊啊，我呀有嚟當寫字嘅，喲吉利，都看成嚟呢個古早啊，阿嬤啊，伊美國人啊，伊囡仔樣幾大時，人實到寫成伊大官啊，有伊名，有個係伊迄個姐係咪啲姐係姐姐啊？你都看伊人寫伊囝，哇！伊囝 like 5-6歲那款，already 伊姐姐 already like 19 like 30幾年。哦。所以你看伊當時 already like 真老白了 ，maybe 本死去了。哦。所以這個 building 我講。有陣一人掛住邊，有死到住邊。伊若是死安尼不要緊，就驚講別項物件死嘅，就是驚啦。我去幫着一個人講。normal 死不要緊嘅。我問的，你聽可能拍死啦。嚇，驚講是可能拍死啦，你看你，但你這邊有一個大啲 Kenneth Chase 嘅位哦，伊講這查某啊。可能拍死，可能強緊了拍死了，掂啲邊啊，是唔知啲拍死啊邊，แล้ว係啲啊邊啦。伊搭咩啊？伊出來可能แล้ว workers 就是講，你行到暗個端啊，你看到伊背啲啊邊啊。所以啲 radio station 特貴啊，有講嘅，那是講你看到就人看到嚟講，所以只一人嚟講，特別一個人講，伊看到是8項嘅，個唔是下嚟個。安尼看咧，為在有 spirit 嘅下嚟，安尼看咧 chase 啊，咪個咧在有 spirit 嘅，就個 forest reserve 嘅位，在有 spirit 嘅。係咪這是大英國啊？大啲英國嘅位。我驚去看啦，但係冇人愛來㗎，我一人個唔敢去。但係我唔敢，我成日 John 我貴啲名是唔看過貴啦 ，like not good。但係有時看到咧，我唔知，我本唔知係做嘢。舊年就是舊年 Halloween 嚟點聲啦，我有一個 visiting priest 哦，來找我。了，我係 parish priest 嘛是講，我請伊來我厝食飯咯，食飯啊，我嘛是要載到對啊，了我係翁哥伊咪去了，我係guest 翁哥伊咪對我去，所以我一人載伊對啊，載對啊。不知我來找你時，人就再去。會使，了白隻時，了是我對嘅時我花車對啦，了係你一條路無路頂嘅啊，伊上加伊是大路，但係無路頂嘅 ，because 伊是即個A road 嚟 ，A road 無路頂嘅，伊唔是 motorway， 所以是 A road 嚟，了無路頂，我嘛是直直換了啊，到甲咧長姐時啊，私人 radio station 啊，每看。
哈咪咪家啲 spooky 嘅 during Halloween， 你哋驚嘅。哎呦，嚇咁都好你盞啊，關咗我暗，哎呦，驚到我俾撈住。所以本是成個狀我都家己啦。is 家己冇半行嘅，係一條路我就過用嘅，แล้ว過了啊 ，after 係你 incident 我唔敢話，我一人看車我唔敢用係你路啊。所以我古早我是唔捌看到啦，幾時我捌看到，特別古早我13歲嗰陣時，我聽到 like something a bit like 聽到物件淡薄啊quite right 嗰陣就是我 last episode John 我甲你講咧，我大 boarding school 咧嚟嘅哦，對，我 classmate 叫去接幾嘅 possess 嘅。所以這裡上本是上學堂，我13歲、14歲嗰陣時，我大 hostel 嘛，大 boarding school，然後我嘅 boarding school 是冇執辦呢，執辦 outhouse 咧，是separate building away from the boarding school。所以你半暝困醒，還是來幫助咧，你得 like出去外口，然後自己裏邊也執辦。So Jamban is right next to Bong. Bong, right next to it. So 本是a bit 驚人啦。So like this like 半暝 like 2-3點可能就去 like 個淡薄下面。So 嘛I think 我哋幫曬 or something。So 啲去裏邊幫曬。然後咧 in between Jamban 嘅 Bong 啲railroad tracks。開車啦。開車咯，แล้ว但當時有開車過咧，伊個規個站板 like vibration， 轉甲真濟，所以真 like already like 還是早起嘅時度 already like 真亂呀，真阿暝咧都真淡薄安尼款啊，所以個家己一人在裏邊幫曬，然後你聽咧，你聽 like。你聽會你都聽到開車愛來咧係嘛？所以我咪幫曬咯。然後準備啊，usually 開車是無正長嘅嘛，like 一來 like maybe like less than 1 minute 就過了嘛。然後直到我到裏邊幫曬，然後聽到開車愛來，然後直來見，然後嗰陣時。佢一直行個真久 like maybe like 5-10 minutes 個無行個會過so like 呢個真係 like very weird 咯 so that night 我 like 我想 like something was not right 啦 so 我唔知是鬼還是垃圾嘅物件是就是真正長嘅火車 but something wasn't right 啦。有可能阮哪有可能火車長啊？啊，比無呢長嘅 ，because 真正久 ，like 真正久。你了，你若是咁配來講，伊西邦嘅出咗就是火車。啊！咁配若是有火車，你西邦嘅出咯？出啦！我走出，伊西比火車較長。因為差唔多伊買厝嗬，後尾都是火車路啊咋。他們就幫啊就講，哇！成fountain 嘅咧。清知啊！喂，你嗰個我想看下，你去 travel 安尼濟，你做工，或者是有經驗就淡薄啦，啥物物件學到。點解你不甲我講？我就甲你講了嘛，講 last time 了嘛。第一件是迄個 Chateau 去我 Hungary 嘅位啊，阿妹困了伊 rocking chair 哦，你驚？講過嗰一把講有咧冇聽過個講過？我去迄個 Hungarian F1 嘅 GP 去 Brno 位啦，我人帶去迄個 Chateau 位嘛，所以咧房間啊，Chateau 真舊了誒，真老誒啊。迄
迄房外房间啊，介爽啊，真大间，佮有 four poster bed， 啊，佮有一个 fireplace， 佮有伊个 rocking chair。我暗暝困啊，我听到迄个啥啊，搞我哭白目睭起来开火，无窗仔冚个了嘛，就无风。特别咧 rocking chair 啲摇去摇来嘛。叮当条，你开目睭时，你看到啲叮当条。啊，无咩代志啦，我伊搞伊叮当啊。哈 ，rocking chair 啲叮当条，你听到咧，伊请起来，你看到叮当。我惊哦。我你闲了都无插啦，嘛早起我 complain 咧，我换房间咯。我要甲你讲啊，我唔知伊人即个朋友佢咧大馬來亞攏會記哦，有一擺啊，前一久了個12前安尼啊 ，radio 嘅位啊，伊first Monday of the month 啊，暗暝半暝位伊有一個 program 叫互人講啊 ，all the ghost story the experiences， 成個咱通咱同今啲講嘅啦。啊。有一個人。I never miss that program one. Once one group of 一當嘅朋友了啊，伊人去搶病嘅位啊，唔知阿咪做蝦米啦，了啲講起了。係咪搶病 ？Graveyard 啦。哦，搶病啊，叫做。搶，唔是棒咩？搶病啊，棒哈。棒是 singular， 搶是 plural。哦，我唔捌聽過搶 ，OK， 搶。棒都是 grave， 了搶都是 graveyard。哦，我唔捌聽過。伊人有伊個 handphone 啊，你會聽到啦，伊人啲講笑了，啲擼啦殺我殺擼啊，你suddenly唔知係人伊人講咯。走啊！你來咯，了樣啊 ，and then suddenly the line got cut, you know. Oh. Because of that, the director cancel the show. Cancel the show, you know. 哦，樣是人 call in report 伊個樣到底幫佢，到底咧聽佢。伊 live on the 伊個 handphone， 伊 record， 伊樣會聽到 all on air， 樣 patch on air。特別有可能是假啦。係咧，我唔知啦。But that program a lot of ghost stories. Some of them you know 是假 ，but some of them are really very frightening one 咯。成日諗入邊咧，學人講嘅諗唔知，有你咪是正，有你咪是假，諗唔知。人講笑啦嘛，我驚聽。我真驚聽鬼故事。特別你成日清節路達到 travel 到 hotel 成日有看到垃圾嘅物件，要你行路，because 我特禮拜本是飛來飛去大 hotel 特禮拜嘅所。我冇看到吧，我有 experience 到，前一擺，but 我冇驚 because 我大擺我 check in the first thing after the bell boy 出咗我接伊了我有 holy water 我 bless the room。Yeah, holy water bless the room. Holy water 佢 splash。你冇 holy water 你使嘅 Baileys。有 coffee。我未想過酒苗。我是打到是電視特別看啦。我 experience 是打到電視看咯。有時我有嘅，我呢次去新加坡本時。Actually，係咪大 hotel 裏邊啊？大 hotel 裏邊啊？hotel 啊，電視係咯 hotel。Actually，大理 hotel本特別冇講大間啦，伊就叫有一間兩間安尼款嘅，了個大間老官處都是有嘅。Yeah。老官處，我就老官處有特別若是你做工老官處呀，你會 uniform 啊，你會伊是上加有叫咩
零牌啊呢，伊陣間有零牌，互你別伊有行嘅別，互你看到物件嘅。本是上下咧做馬達做了解咧prison 叫咩啊？卡古經。嚇，伊人嘅 uniform 本是有下咧零牌嘅，蝦米數就，你會叫古早下咧一個拍死一個 politician。了 check into many pieces 嘅，站 to many pieces 嘅，馬來亞，即叫波摩啊，伊是飼龜，所以伊個龜有話嘢嘅，了啊，伊大啲係咧馬達大啲卡古經嘅時候，伊會背係咧。卡古經伊 cell 裏邊啊，伊背來背去嘅阿妹都知哦。特別伊背唔出來嘅，蝦米事就係 actually 啊，伊背唔出來 because of 阿公嘅 picture，知哦，嚇你就是一個零牌嚟。哦。你昂地啊就是零牌，你知哦。伊背唔出來，你看搭你 government 嘅 building，搭有阿公嘅小影嘅喎。嚇你是零牌背唔出來，แล้ว啊伊人本那是幾本啊，伊本無出現互你看，你做工下邊，你穿嘅 uniform 啊，都是零牌嚟，你知哦。嚇，特別那是講啊，拍了其他嘅人啦，是講自運嘅，你都會看到。那是講你做工下邊，你看唔到嘅，無理由你看會到嘅。驚。有賭博。杜巴是杜巴嘅數。伊人未看到，但係伊人會 feel 到嘅咋。嚇，對，但係伊無可以看到嘅，伊人伊未看到，但伊會 feel 到嘅。我有一個好朋友啊，伊做老官嘅，伊是 anesthetic 啊。伊做工這邊嘅正大 private 嘅。巴腰嘅老官。學錄啥？你要開刀，學你鼻嘅咧，學你巴腰。伊逐擺啊，伊逐擺甲我講啊，伊若是 emergency case 3點樣叫伊去啊，就 accident 嘅 case 啊。伊逐擺做伊嘅 case 了啊，伊毋敢家己行落去伊車，伊特別等一個朋友，一個老人行去伊車白白。哦。because 伊講啊，伊入去伊 lift 啊，伊使魔鬼會藏起來嘅。哦。我甲你講會記啊 John。嚇。講。坐 lift 嘅老官厝坐 lift 嘅。我去 lift 去老官厝啦。แล้ว特別咪講得一件啦。我入 lift 嘅時，一查某對我入。正人嘅查某啦。我阿媽妹，你第幾樓？佢甲我講過，我講第你 lift 啦。แล้ว係你 lift 無行，我個就無行，你知唔？伊是裏邊是。咩啊？實質有plane 嘅啦，冇見看唔到冇 reflection 嘅啦。所以แล้วแต่啦，冇見看人啊嘛，人家 face 你 lift 冇喎。咁啊，起樓頂咯，起樓頂啊，都冇教，都冇跪下咧，都冇跪下咧，伊要跪誒咯嘛對哦，係就伊要跪，伊啊冇跪過。แล้ว我咪是要出咯，我出咗邊邊冇半行嘅喎嚟。แล้วว่าลูกชายกับลูกก้องอาจจะกิลีbecause อะไรที่ทำเสียสิลูกมอสตัดตุชาได้สิกุยแล้วว่ากับลูกก้องว่าไม่กล้าเจลีฟจีหลังไงว่าปัดติดตันนะว่าปัดหลังอ่ะปัดหลังก็บุบเจ maybe 是講你出去啊，伊走去個病呢邊位啊，都雜咗。冇。你給我打對這裡時候呢，我徛邊啊，人每人看到啊，就真驚。嚇！我頂節教位係咪啊？我係小弟婆啊，我啲 hospital 嘛，伊成件啊嘛。所以我去 hospital 嘅時候，就好笑咯。伊有4個 lift， 伊有3個 lift， 了一個 lift 歹了，所以有一個 lift 忘記去，伊忘記去了訂吼，伊每開冚，你就直未冚咗就。所以 OK， 我就講即係 lift 本歹咯，無錯啦，走去對面邊格咯，走去對面另外一個 lift 3個嘛，另外一個咯，了3個走入去吼，本是上，伊本是未冚，開冚，特別看到對面吼。
有一个 nurse 走一去，你知哦？对面迄个理发头早往 try 遐卖嘛。往走一去，伊走看到伊走一去，伊一冚了，去去哦。然后我正甲小時開冚賣，你知哦？然後好彩有別個 nurse 行過，然後問我講賣啊，我知就是互伊插亂啊嘛。所以我問伊講，即個 lift 安怎冚？伊講哦。伊講，你咪講，你會冚咩嘛？你做咩袂冚？伊講你咪講，你等伊安尼看，肯定有影互伊家己冚去哦。等迄 nurse 哦來接者，嗰個哦。哦。tapi 我早幾日哦，早3日我去攞本書嘛，然後嘛是等我去 toilet， 去 toilet 嘅時哦。都好，一個查某，我要出了，我出來了，一個查某接來，老查某來，伊接來我規人莫幾長，咁就係，因為喺你袋咧無人了，我去嘅時，伊規無半行，我行出來，我一行出來呀，我去做大外手呀，我 turn around 啊。即個老查某接來伊笑嘅款啊，無像個人笑咧，像個唔是 green 個唔知係咪安怎嘅款，特別伊唔是香，你知哦？特別the way 伊笑，我驚一下我係心直直跳了，我係莫鬼後尾，我係後莫鬼會長嘅了起來，我走個未好處。人啊好，鬼啊好，無插了，我插。即係你是家己冇家掉啦，我唔知啦，特別我有走做個嘢。我較驚government嘅 hospital 嘅，我冇咩。我嗱曬government hospital 較吉利啊。誒，南曬，我甲你講係你 lift 嘅啊，甲你講啊，我坐 lift，啊你人冇去嘅啊，就是 private 嘅啊，唔是 government hospital 啊。我是講，我正解 private 較 OK 哦。private 是安怎啊 ？private 是做一個水你無那吉利。個水對。private 是線，我正解 private 較濟是線。哦，哈。因為 building 來較濟線，然後伊較甜。OK，攏講到 OK，即唔是關係一間 hospital 啦。當今伊聽到有一個位，當今意思就是中路嚇，中路位當今變做唔知係咪 hospital 咧，就出名呀，檳榔唔是咪丹中啊，是唔知係咩啊？你 hospital 位一聽到是一間老厝嚟，大間高渣嘅厝嚟叫。對，我知道一間一路講。嚇，佢一間一聽到是厝了，你聽去。啊！對，我嘅朋友嘅嘛，伊迄邊只好嘅人嘛，迄邊喺條路只只好嘅。唔是 LGL， 唔是。係咪 LGL 什麼？伊當今 hospital island 啊，愛嘟啦。OK，知啊。特別伊我唔是。然後包咧還那 Moss 邊解？Moss 啦，愛嘟啦。Moss 啦 ，island 都有 Moss。唔是 Moss。愛嘟。YMCA 下邊。啊，我教 YMCA 個啦，到底McAllister Road 嗰邊嘛，對，你知伊 Burma Road 會通去 McAllister Road 嗰邊有一條環路啊嘛，伊通過去咧愛嘟嘅邊啊有嘢，伊將一大間嘅厝啊冇樓好嘅人大。Bill Avenue。OK 嘅，所以我嘅朋友誒媽到下邊啊，แล้ว伊有甲我講過，即是我小時候講嘅唔正嘅，我唔知啦。伊是講伊嘅一間厝，伊是真久，伊 abandon 真久啊嘛。伊一間當今嘅愛嘟hospital 到底下邊嘅一間厝，個伊一三角形嘅嚇嘛。所以伊到下邊真久啊，攞嚟叫，定到是 abandon 伊一轉本，然後無人用啊，無人大。你我朋友會教講伊媽講對面定到是阿嬤大嘅，伊唔知是樂觀啊呀。แล้ว伊個厝，伊唔知是一本下手，啥物唔知袂記啦。伊講伊個，我會記是，伊講伊個寶去樓梯嘅時候，伊樓梯破起啊，嚇，伊寶個大巴刀，然後伊個樓梯破起啊時，伊架樓落來插到伊巴刀上面，寶上面減死去到啲迄個樓梯，嚇，然後變做下邊看得起啦，唔知為影，特別我諗冇聽過呢個故事，到底下邊嘅。這個厝是去 Bill Avenue 還是去 Residency Road 嘅？Bill Avenue。
伊是當今咩咧？愛都 hospital 嘅地，還是地？對，特別伊只碗老包嘅。伊古早伊厝是向 Bill Avenue 嘅。I think 我知攞都是間厝啊，John。大間啊，打鐵。對，大間，because 伊迄個阿嬷是 banker 嚟，伊 actually 伊是阿嬷，伊是豬嚟啊。哦，OK。So speaking of abandoned 嘅厝啊，實在我最近邊嘅時，我father 同我講你一間厝，我唔知 ，I'm sure 我知嘅。哦 ，precious 啊。Adorable。哎，我假如講 adorable，我把掉貴。大batu Feringgi 唔是？對。喲，大家我看到你厝啊，但做bunga啦。我當今這邊未使講 adorable。我愛聽啊。sensitive，等過了我講好攏聽 adorable 嘅故事。做咩當今未使講？未使，我未使講當今。你啲做厝嘅事未使講下？啊？做厝嘅事未使講下？唔是，我唔是做錯事，但係你冇多啲，即係有時候講好多聽。冇 podcast 時間講啊，講我都冇多啲講㗎了。刷電咧個講啊，喲，你講啦，我是未打下。喲，驚人哦，這是。會使刷電啊！有啦。喂，我有一個三妹嘅故事啊。哈，三弟啊。一個即兩個前我甲你講，一個前我甲你講，我要去我嘅教堂嘅位嘅時，講佢哋另外河哈，對，浪子啦，你看到嗎？我看到，伊個目睭尾看到伊行入來，我叫咧 security guard 讓入去我車，我使要去揸伊，教伊嗰邊伊無去，對，記。好一日啊！我去教堂嘅，讓入抄來找我就，伊甲我講啊 ，ma'am， ini orang balik lu tahu？ 喲，伊講阿妹啊，10點半呢就，哈，啊10點嘅呢，伊講。伊gat jaga pondok di gate 嘅位啦。But every half hour 伊行 around the compound， 我人嘅教堂 compound 都是大。伊講伊行過，伊去數呢，行出來看到一個人坐去咧，教堂嘅大門嘅位啊，迄個樓梯嘅位啊。伊看到一個人坐嗰邊啊，所以伊要去找迄個人，伊要甲伊講10點半了，你袂使入來，伊講門鎖了。伊家己講門鎖了，伊家己實打起來講，門鎖安怎伊人會入來啊？哦，所以伊每個人都爬過迄個門時，即一個人看起來啊，無伊呢看，伊頭起來啊。面對面甲伊啊！伊講迄個可以做，看迄個人出皮個了啊，淡個了成一啲烤啊呢。所以伊每看，你有咩代志啊？啊，你有代志問啊，你甲伊講阿爸爸生，伊講阿達喊，迄個人無伊搖頭呀。所以嘛是家己着車機啊，伊走入去咧教堂後尾去咧神父嘅厝嘅位啊，去落門要叫迄神父出來啊。神父就換衫要困了，伊就要個換衫，伊換伊衫都對行出來。伊兩人行出來，行去咧教堂嘅面前，即個人無去。喲媽！講一個搭一間，講一個，你這個是倒落嚟？無，我是去 KL 咧。Bricktown ，KL 搭路啦，搭一間。Bricktown 啦。Bricktown 嘅啊，我無去嗰邊夾要緊。即個我去嘅是英文加中文嘅。哦。青枝。青枝係你一個 restaurant， 冇了，他那伊人弄多了，他那去
Best Western Premier。哦。我真suka 食伊物件无地去啊！我吹个久呢。伊搬去對面，伊去 across the road 去 Scott Road 嘅位。哦，是啊。嗰攤食個啦。青枝我未了。大馬人講你厝無去嘅。哦，係咪厝無去？無係是講伊貼去啊。貼去。哦 ，adorable，still 有個。冇幫人家當伊。伊當然唔是做只水去啊嘛，當叫樣 renovated 了是有攤你使去吹咧 brush 唔是 adorable， 你去吹。我特擺個人講 brushes，美國人講唔制當一勁啦。等下記啊，你安尼嘅厝啊，講貼厝頂嘛。嚇，講未使講你 adorable 嘅 story。未使講一邊，特別我講名甲人講，我甲阿 John 講有幾個厝無通下面 ，actually， 你貼厝頂，貼厝頂 ，because 我father 一個朋友嗬，伊買下一間厝，一隻班機爾，你知有，真正班機，了啊，後面說安尼班機買互伊，因為迄個厝。講啊，你講嘅貼厝頂是唔是人講啊？規間貼個了啊，拍日749日安尼。對，伊有做健身嘅，但係做阿咪健身我唔知。伊個厝頂規個個了貼個了起來，互伊個日頭拍入伊個通風。特別係一間厝伊買啊，伊買 I think 10% of 迄個 cost of the house 呀 ，because 迄個厝真係濟年房空無人住了，無人愛買，哈咪數得貴人買啊，就是有物件 happen 了，無人敢買，早要出名了誒。哦。了我甲你講一個，sorry，你講了頭先。了是我爸朋友呀，都買起來就做些你攞拍就真貴。伊講係咪數下你厝安尼嚴唔知哦 ，because 伊買起來你厝嘅時，伊自己看哈，伊壁個啦擦黑色嘅。哦。伊講袂，伊講係咪物件無嚴，就是頭一條伊個壁擦黑，就是嚴了。伊講了，伊就。叫人來，特別就叫人有做健身，叫人叫啊你西工啊咪過咪幾來個了，貼啊你厝頂要做一個 ritual 嘅啦，你知冇？然後啊，就貼啊你厝頂起來拍了 ，after that 時，伊做到對你厝咯，做到對你厝，喺你厝都無做起隻水嗰個 extend 個做個隻水就對了，伊大概平安就過。都落去，到邊呢啊？邊呢？車抄行。我即係安尼物件。我講。我依個真係一間厝看得咧。哦，呀，講下。伊阿妹咧困咧，特妹伊都有含面，了伊個特time伊後生不如。6歲呢份，大到大樓頂咧，就想往過去嘅時咧，嚟大地講話，嚟講話咧，伊見到大樓頂咧，伊家己一人聽到伊家別人講話。然後是有成個是有兩個囡仔咧，大樓頂佚佗咧，伊人家個一個第三個人講話。你見樓頂時，你家囡仔講話，你家妹人講，你家講話，然後伊人講，你係個一個查某在喺邊幫佢講話。所以迄一間厝伊大不如來，I think 大一年啦，我伊大一年啦，伊搬出啦。伊講到有垃圾咩物件？咁配啊！呢間厝是有嗬 ，I think 你 interest 就是講你大節含邊掉。哦。迄個物件。上嘅係含邊掉。一個人啊，一個查某啦，還是一個查甫啦，然後你。上嘅物件啦，還是什麼上是冇上？呢間厝換咗一搬去，你直直含邊啦。哦。看到一個人啦，你唔捌看過伊啦。但係啷講你定下佢講你伊
讀後尾有寫物件吼，我當今大了一間厝啊，我嘅 basement 有乜只刺激嘅，我 basement 嘅壁有啊。你是大伯，乜你是大厝？我大厝。然後我 basement 嘅位，到我鳥幫住位啊，特別當然無事啊，你我鳥大隻幫就幫曬幫個蝦嘅鬼走去，無我是個，伊我諗係伊下邊，伊是 actually 是無行，即是家己蝦嘅啦，你愛講係咪家己事本位啦，特別伊有我看袂出伊字，特別我 might try to 讀小字，可能我讀啲 message 我驚嘛，所以我大正就係10年啊，幾十年啊，10幾年啊，特別伊嘅壁位有顏色嘅作。寫字啫。哦。特別我冇去讀到係咪？你講咗比較嘢擦去。唔係啦，小姐講，伊是阿毛灰來嘛，伊是 cement 嘅 basement 嘅之類嘛，嘅壁嘛。對啦，擦去啊嘛冇去咯。特別買啦，嗰度麻煩，嗰度擦都擦幾壁啫，安尼擦一坑。阿 John 阿家講啊，伊若是擦了，伊字嗰度對來。哎呦，佢個驚啊！我老細老趙啊是。我老細老趙啊是，特別我冇去插伊啦，伊冇講有蝦米代志，我嘛冇去插伊咯。because 我老細掉，讀袂掉啦。我讀袂掉一字，我 actually 我冇咩 try， 冇我 don't want to try， 我冇咩 try to 讀。你冇睇到個字是大字嘅事，呢字是大字嘅事。maybe 我使錯人去看哎呀。John，唔係，看南西看到物件。唔係，南西肯定看到買，我買我喊我自己買。咱刷掉南西群咧，咱家看。John，南西我個字係俾看到嘅。係咪嘅？南西度面去嗰邊看你字度，伊出對看到嘅。啊啦，買啦，咪講啊好。有時可能我哋啊嚇，能夠知物件是冇。我講我甲你講一條，即係家公講嗰啲厝若是有鬼嘅啊，你拆伊厝頂破了，可以拍字。我古早我做工點聲，你知我走車走摩托，我人搭 trail bike 係咪啊？有一塊地咗。他那當今 develop 了，佢哋 around the area， but 佢哋一間嘅building still standing，you know，because at that time伊安出名，冇半人愛買伊地 around 嗰邊啊，所以 state government 學我人咯，學我人 build 一個 motocross track 咯。你知啦，是 build motocross track 你特別 flatten all the land and then 佢俾刷嚟塗你起來做 the jumps and the berms and all that 嚟咋。但係我諗係要起一個 motocross track 1 week 會搞掂了嘅。但係這一位我諗要入去嘅時，伊個監幫嘅話有教我人講了，佢一間嘅厝伊唔是actually厝啦，伊是成個人嘅 temple 啊，你知？伊講伊個話甲我講，你話唔去當嗰個 temple。我說我問下，蝦米事咧？佢咧 in the center of the track， 我若是無浪伊多，我未伊個 lab 嘅 measurement 無啱啊。佢話甲我講。幾個人要浪伊多，浪未多嘅呀。所以我人嘛是叫伊 earth movers 嚟啊。我你相信咯，搭5頂嘅 earth movers挖落去伊個起of伊個咧要去學嘢會家己會 bend 嘅伊個 engine 會歹嘅until contractor 甲我講。這裡我人未做，我人未做。哇 ！Actually 情節若是講安尼需要，你好好甲伊討伊會學路，伊會指點路。好甲伊叫。嚇，伊會指點路，安怎來刷？伊袂一個位，我大陸伊甲你講嘅上個，你知邊呢？嘛是迄個Kelawai Road嘛有一個人人講嘅喎。呀。我係你，你上海學校嘅邊嘅circle嗰邊辦公樓會講嘅。對，佢是見個人人講古早呀，嘛是要去，伊人嘛要去，
大間嘅 condominium 嘅事嘛，你嘛知係搭一間我咁講嘅咯。แล้ว伊人被刷伊啊，被浪多，唔是被刷，被浪多啊，本是被浪多，伊本真險嘅一邊，到本是上咯。甲伊求咧，伊講 OK， 你袂浪到會使，但係你愛刷我甲出來，伊較早是甲內面嘅嘛，對哦。哦，對個刷。伊甲人講條件，你刷我甲出來，啊，你就愛起先嘅安怎甲我做了 OK， 平安起去，安尼款。較濟伊人。而家講啊，喺你聽個人講嘅後尾，古早是上海都 hotel 啊。對。伊有 basement 嘅啊。伊人講日本啊，點聲係幾個人就拍死去嗰邊，喺地我所住間垃圾嘅。對，伊針頭嗰邊嘅。呀。誒，你等陣，聽知你講嚇，你講安怎了？我記得摩托哥 strike 嘅點聲，我做工嘅點聲，哎呀，戇歹，歡喜留咗愛走車呢。嚇。我無想過安尼款，我喺個點聲我無去教堂，無蝦米嘅。嚇。未做。In the end, we abandoned the project there. We built the track somewhere else. So 你懷疑講伊是有垃圾啊，還是蝦米啊？還是真係奇怪，但安尼講五頂嘅你叫咧，伊咧。嗰時咧還啊，佢咧根本教我人講了，真係借我人錢啊，要做賣。Because the land is owned by a Chinese, and he wanted to sell, he couldn't sell it. 你話你啱是叫另外人講嘅是蝦米物件？是鄧人嘅啱。And apparently 是成個死人驚嘅呢，人死了。係骨灰。骨個觀察嘅係好平衡。哦，哇！安尼有當金嗰條啊，一間。I think still there. 哦 ，abandoned 啊，still 人用過。I don't know， 我趁下我冇做工，我冇走車，我冇去嗰邊了。聽知佢是大邊定是大吉隆坡？哇，大吉隆坡。冇，係你啱是到啲吉隆坡嘅。冇，你啱是去 in the middle of in a rural area 啦 ，surrounded by 可能係kampung 加rubber plantation 係咪？哦。呢奇怪嚇！邊度到落去見吉隆坡啊？唔是，去 Negeri Sembilan 嚟。哦。因為我想愛去哦，或者唔是愛去，我咪去啊，讓別人什麼啲去食啊，學嘅翕相。如果啊，John 都愛去啊，如果是對嚟夠嘅enough days 啊，我係坐落去 all these places 我睇嘅。有驚！我本來去。阿 John 是講爽呢，到時叫伊去嘅時，伊接緊了咯。我驚啊！咪叫蝦米？我驚蝦米？我係拍 golf 啊。我陪大家陪講啊，去老西老住。食定下劍一對喎。但是講我是你嚟啦，John，我坐你去 Kenneth Chase 去吹下你。阿莫鬼冇咩驚，鄧人鬼嘅驚，阿莫人以前嘅鬼。阿 John 都問講阿莫鬼冇驚，你 please 啊。嚇。是鬼嘛是鬼啦。鬼是鬼啊。特別我驚阿莫鬼，我是驚是你安尼接鬼嘅。等等，你阿妹你對驚呀？叫 Bloody Mary 撒刀啊！哈咪鬼本唔使驚啦，三鬼。係咪成日Candyman 啊？成日見 Mirror 講 Candyman 撒刀。誒，講隻新椒來啊！新椒。啊，對。新椒咩咩？入來啊咩 ？Hello， 你咩咩？你咩藍藍啊？我唔是冧啊！你咩啊？我唔制，我冇事。你咩冧 ？OK。家己小名啊，好問下 John 好攞名啊，好知嘛？你把伊嘅曉，咁配都把伊啊？咁配都把冧嘅啊？我把咁配一股了。哦，誒冧啊，來，嗱你按照聽到邊啲學嘅呢？仲介紹你聽。我未記啊咯，聽邊啲學嘅一股啊咯。哦，安尼股啊，安尼就股是就幾年？應該是有2-3年啊。哦，2-3年啊，2-3年冇講隻股啦，10年就隻股啦。But then 我有 download 到對 from 都 start 嘅時啊。哈。啊，but 都 start 聽起咯。聽了未？
未個不如聽個第68。哦，60對個當景片啊。啊對。諗你到底到落去邊兩個？我唔是諗。你叫你嚟邊兩學？你聽呢隻 episode 大家都唔知咩？我知，但係我上冇。冇上冇咪是藍藍咯？咩藍藍就跌啦。藍藍啊，是咩名？藍藍是 blue flame。唔係學咩藍藍，係咩藍藍 ？blue flame。blue flame。唔係啦，blue 藍是我會攞愛下面名。藍是標。OK， 藍嚟聽我講，你最特別靚到這個。不係。古根燈我 Julia Street。我其實我真正未記別人嘅路嘅咧，我未記啊。花蓮麼？古根燈。花蓮我唔知得咯。古根燈阿妹一啲咖喱麵嗰邊。有個啊。有啊。哦，你話對佢都冇去食啊？好似啊。古根燈幾半個攤表。嗰個單機杯啊！一大碗有老就擺個了。哦，我對佢是嚟隨我買。我等咗1月3號啊。哦，你 before 1月3號時，你不使坐我去古根燈去食嗎？會使 ，anytime 都係。OK， 好。金杯。啊，對，金杯，啊你我冇去。哦，金杯做爛咗冇去啊！咁會聲女，我同你講，伊無來，我哋都追嘅。我同你講，追嘅諗穿邊諗咩啊？我舊時真係叫 MC 去啊！嚇，做咩事做咩叫 MC？我冇 live 啊，我係 live 嘢㗎了。誒，係咪你做咩嘅？是新正了嘛 ？New Year 個咪是個 New Leaf 咯。冇 ，I mean 金配啊！你是我阿未過New Year嘛？哦，你就咩？安尼巴肚，安尼夾合嘅。免啊！佢講流曬嘢啊，流曬啊！阿你落半呸！我講啊大聲啦，可能聽到你頭嘅。佢看到呢邊。表聽本嚟。哦 ，OK， 佢聽到呢邊嘅話，佢看到呢邊嘅。OK，林。是啊，你唔使去看面咩？林啊，AI 看到呢邊啊，當緊啦 video 嘛，林。改啊 ，OK。冇啦，冇。你不要緊啦，我包一包試下，要你食有嘢就食老嘛。你時唔係，你去食青時，你去下你朝頭早時個免食咯，我食你混。OK 咯，會使。我這香味哦。唔知。好香喎。OK， 我這香味。只係舊時買布里話嘢啊。我冇布里啦，我數咯呢。Because John，伊講嗬，伊真正按照講嗬，伊真正希望講伊會 join 咱一個安尼 big 嘅 family，because 咱真正 friendly 啊，咱個真歡喜嘅，咱會講笑。嚇，我講有笑嚇。哦。伊愛 join 啦，我講 OK 啦，冇問題啦。好啦，你1月3號你咪來咯，你有人買來嗎？你真有人啊？我特調嚟1月3號。有人講你唔制朋友啊，後年啊，咪來啊。啊，就微微話咧象徵啊。調情。調情。啊！你自己手抽㗎了啊，無賴嘅了真啦。冇本事調情，肯調情。嚇？意思係講話你係咪見？有陣時你去新加坡，不要緊啊，是你驚有學不要緊啊，但是你實在哎呀，有可能被啊刀啊，OK， 來 OK， 林，你講嗰嘢嗰時講我有冇聽？我冇笑打。這個 episode 我唔係講喎，因為我只能個。你個記者到處都唔敢講啊！冇，我只能到 hotel， 因為我去 KL 去阿里山面。你是大嘟哦，嘟 hotel 啦，成個hotel。唔知啊，我唔知係咪 hotel 啦，我入到嚟，哇，
交廿二哩哦。哦呀，我看者你房間者。唔是你背記住你學得啊？咱個學南西看。南西看嘅。哦。南西 scoop 嘅。唔係啦，唔係，差唔多上。唔係，南西未使講步行，冇對甩咧就是。哦，你幫西幫就是嘅過嚟啊？我靠，你大媽位爭一位接皮。唔明講啦，再大隻勁啊！冇啦，佢我靠嘅。呢是公司用嘅啦。YMC 都是哦。internet 嘅冇事。係咩名啊？係咩公司嚟？學路嘅學到時多咗啲 account 嘅。乜聽過嘅？有咯，見乜啲間公司做啊咯，學路做喺間公司啲。誒問講啦，問講啦，看你頭家聽到時，伊唔知。因為我一人大嘛，我大一人嘅房間嘛。哦，一人房間免幫照嘅啊。前面多咗啲 account 本。依個拗呢，依個一個咧啲啦。有 plastic bag 也有啦。有氹配哦，氹配哦，房間。咩？有 plastic 也有。你氹配。有咁啊？青子嘅話講嚟白。青子你。是，有個講唔是我講。我只係講嚟白。sorry。OK，你問講啦。我聽咗講嘅 adorable story， 我聽 curious。嚟。我俾聽。你係 offline 啊？要打啦嚇。offline 咧，我要打啦，再講嘅使教人講，要打啦，再講嘅使教人講。阿 John 冇去嘅。我對嚟啊。OK，有係咪有地？我地。我有地啊。嚇，Gigi。間接拉點差，講真，間接拉點差。猜點啊？猜點啊？你有幾個事會講？你冇講到。冇。我知咧。唔是講隻雞，唔是講隻雞啦。我 adorable 是咪一間嘛？被看到嘅啦，入邊是到我房間入邊咯。我有一個插頭啊，三樓嗰個正是換攞熱。我去做工嗰陣時啊，1萬幾。你插頭換位啊？喂，冇插頭。你。即係我可能看你插頭。多房間我唔使講房間之類嘅。OK。係咪插頭 ？Sorry 啊，我已經都冇亂。意思 multiple bus 插頭係？係咪插頭？係咪插頭？插頭，電嘅插頭係？嗱。OK。OK。我係個 OK，我係你插頭係要 C 擺個 C 嚟啊嘛。我頭邊頭。你好，我是朋友，是插入合備嘅，係住地度料嘅。呢下一粒你好是我是白開 laptop 嘅。然後我早起我去做工時啊，我連頭係 laptop 嘅，然後燒掉個 back 去做工咯。邊個時候我開 laptop，我插接去時候，咦頭頂係就一張嚟一啲。你人嚟，你別人多你處哦。你去鐵雕嘅房間哦。有別人，你別人大你處。你攞到個別人大是白鴿大。你請人就托卡。哦。你冇請人就托卡，成屁冇啊？攞擺啊！哦，我有啊 ，guarantee 有啊 ，guarantee 有啊。因為guarantee 有咩？guarantee 有咪幾垃圾啊？guarantee 係加料咯。because 加料 ，because 呀，伊要學你知，伊是要學你知呢，伊冷料呢，伊唔是冷料啊，是要跟你講講嘢。聽下，like 你 housemate 聽下 ，like playing on 路呢款。你 housemate 冇收時間啦，你講嘅。把路嘅規不好了哦，暑假1點哦，我厝只隻門是哦。哦，而家係咪是講啊？我學校開會嘛，迄時我嘛是我開學校會，我學校有幾哪趴會嘅，我係8點嗰邊㗎。所以我咪OK，迄時咧我就決定開一趴，我咪開我嘅妹也妹迄趴，我就當時開妹迄邊㗎嘛，我妹迄邊㗎。所以一道我咪開，我是開我嘅garden迄邊㗎。所以我開了哦，了我嘛走去樓頂咯，了半差唔多12點幾，我就我啉水，然後行到對落去咯。入到咗勁佢嗬，因為我喺厝內邊會看到我嘅garden呢就看條口嘅，我特登自己嚟位啊。
我特登自己會看到嘅嘛。所以啊，佢哋會上冚去哦。你特擺，你嗰邊幾時電到你電視機，嗰陣是電嘅。因這咪是我講聽，這咪是我捌看咧，嗰 ghost investigation 嘅 show，因講伊係嗰 frequency 嚇，加嗰幾個 frequency 較晏。所以伊會用伊免用咧坐力，你知？伊免用咧坐力來寫講伊要做物件叮當啦。來說你後啊叮當還是舊衣叮當嚇，用特別出隻坐力啊，伊個會 transfer 用嘅 energy 過去迄個 physical 嘅 world 啦，人嘅世界就。所以就是伊用通過人嘅網啊，還是有咧電啊、火泥啊，因是用較硬體，互你知講有啲。伊 energy 時候，伊 energy transfer 可以啦。所以那是講伊插頭換位咧，喺你度佢真正大啦。係咪講過佢知道？七點蚊你講過。七點蚊你講過佢知道你聲，聽唔明。sorry， 嗰個講話係插頭換位啊，嗬，แล้ว個就擺個，佢就擺你就做緊磨灰塵啊。時半暝時，我吹淡啊，我房間無水，我落去樓下我掂水咯。แล้ว我行，因為我這時係這是 New Black 時咗。แล้ว我起來時我跪我係聽嘛。แล้ว我係包緊啲係，我係包緊啲唔會冚掉嘅嘛。แล้ว我suddenly有一聲響。有人講有一聲爾，特別真係大聲。這是大還是？這是大邊個？個個內面咯，冇我到 KL。就是佢個個內面一條路我可能嘅我嘅厝。有物件？唔知做咩事咯，然後唔知佢個個然後揸兩個背過意思，然後佢都幫我冇物件掂嘢啊。冇發面啊。我哋有隻冇隻啦，你不好你知啊，不好你知。你記定當時我就聽講我未記是最了，我就嚟聽講阮上伊個厝，伊講伊係鎖匙嚇，伊鎖匙伊好像請起來是伊走去無上位去，然後有一道是伊個咧門家己鎖起包括你個門，安尼講好你知講。特別無方面嘛，你該 acknowledge 伊就會使啊，係我諗使。是啊，就是我無講有驚啊，啥物就奇怪啊，就是計漏咗。啊，咪你嘛先咧未線咯，個朋友。OK， 我俾小蛋啦，喲，係咧，係俾。小蛋啦，加公司教我人講嘢 ，sorry。等陣我特別冚啊咧，毛毛菇接我特別冚起咧，就亂一聲。OK， 就人咚嘅 message 咧大聲啊，我睇到。我南西夾 message 可以啊。OK， 我小蛋嚇。加工都有啲個，特別我咪加工咪講你，加工特別等㗎，後尾是 episode 講了佢講。尾隻 episode 講啦，個內容。尾隻 episode 是 spoil 咩時點啊？就有講正。係啦，當特別等啦，攞愛聽好，嗰時特別等咯。OK， 各位聽眾，感謝兩收聽邊啲學嘅節目。即係禮拜咧，我嘅特別嘉賓就真正濟 channel 就有老椒金培啦、菜店媽啦、豆嘅冇講掉啦，然後個有南西啊，然後個有丁亞基。老冇講掉，加工咯。日本鏡啊，冇講日本，แล้ว是個有Skype 嗰邊個有7號，我turn 過來就7號，แล้ว個柏林青子，佢就講啊，個大媽你藍咯，藍，新椒新椒藍掉。OK， 咁食掉啊係咪啊？咁咩睇聽啊？藍椒。藍 OK 嘛 ，cute 哦。藍出面嘛，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啷下禮拜個都係聽往新嘅話題，甲會只聽往講幾個故事，感謝。不單是當有幾個故事，你要參加不啦？講你就去邊樣學見誒網頁會看你 Google Plus 嘅 page 會，去你邊樣學見 Google Plus 嘅 page，แล้ว add 話 add 你邊樣學見嘅 page 啊，唔是我嘅 personal 嘅，แล้ว我當對使 add 幾隻往做戲時，當就使嚟參加個網講幾個故事啊。OK， 感謝禮拜再嚟再見佢，拜拜，各位講拜拜，拜拜，拜拜。